天都我做个的呢，这当我做大，难去落用生看的是落用谁的谁这个的江人不去了，什么当呢落用谁对对，我让个的落用谁是难去难了，对的，个人都个也不好过没多。所以呢，反观呢，我们在学习佛法上面呢，因为呢，我们的那个目的是为了未来长久的这样一个目的而学习佛法的。所以呢，在整个佛法的学习上面，因为时间上面也非常缓慢、非常长久的缘故，所以有时候我们反而忘失了到底我修学佛法的目的是什么。但呢，他的我做本来拿菜着我些拿我也那样拿菜的拿这的呢，不行都是忙，千不行个那个结果了。不行什么？不。哦，simple 了的，simple。拿菜的个拿菜所要的 simple 些个结根都是，本来刚把了马东那样不需要的，得三个人老多。的真正给家些，但是的，呢，可能就我就对就。什么当我嘛的，可能就真的是呢，确实就真的难就难了，但是多老用不告诉，我就一年的哦，别家听人多啊是，一年没做过了，不要把当拿菜拿不那个说了，新不，要把的一年哈国家要把抢个多，可最错老用的，拿菜的说了，新不要的。但呢，没做过了，是不要的。马这边个，我就大概是把这样的马这边，确实就难就难了，他现到老板那个是，我就一年打的，一年通好的。那因此呢，举个例子来讲，就像生病，那么呢，就生病这件事情而言呢，那么在西方的这些弟子们，他们就会讲呢，其实呢，我们现在为了要治病，我们是一直在伤害这些个那个生物的。因为我们说呢，我们身体里面呢就有无数的这些个细菌也好，我们讲的这些生命，然后就甚至呢你脚长脓了，那个脓本身呢它也是很多的这些细菌，都是这个有形生命的。所以呢，你说为了要治疗疾病，其实治病的那个当下呢，你都一直在伤害这些个众生的。那么对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以前呢我们是不会那么深入的或者细微的去做这个思维的，但是呢，透过西方科学他们的这个观察，他们讲呢，确实啊，我们身体里面无数的这些细菌，它都是这个所谓的有情啊。你的生病的那个病处，那些个脓疮等等的，都是因为有细菌的缘故呢，才会造成那样的一个情境。所以呢，这些个道理，我们是透过西方他们科学上面直接观察到呢，然后做了解的。但是西方科学上就讲说，这个不只是我们发现的，在2000多年前，佛陀就这么开示的经典里面就这么讲着的。呢，他个那些我做公家个啦，他公家呀难去难的哟，公家的公家不那个说了，但呢，如果六十年个20岁，如果出现了白偏头，什么的呢，各样不，几不，路差很多是呢。但呢，我就怕这些家嘛搞啊，可能就做这些家个东，我做来拉过。同时呢，讲到有关于禅修的这个部分，我们说呢，透过禅修，就让我们身心这两个部分呢，能够得到很好的这种修养。那么呢，身心呢得到适度的休息的缘故呢，所以呢，很自然的这个身体呢就会显现出非常健康，然后心情呢非常的愉快，非常的平和等等的这些。那么这些个部分呢，对西方人而言呢，他们呢不必我们怎么样去做太多的劝说，那么他们自然呢就能够体会得到，甚至呢他们就会在这方面问了很多的这些问题。哎的，这些呢，这些的，等上有的我了，我的白给他全部抢了，我讲给白忙不嘞。因此呢，现在在这个欧洲呢，那么非常多的人在做着这个佛法的禅修，而且呢，佛法的禅修在欧洲是非常的有名的。我说的呢，就是呢，他就当不把可能东本都样了高要了哇。thế nào này thế này bố làm mà đó là phép yêu này chỉ nằm bảo là lộc用这点东半达做东的得要不嘛都光了东上卡车是这些用的什么道理？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台湾等等的东南亚这个地方呢，平常呢，因为
像西藏的上师喇嘛们到了这个地方来，大部分的都是按照仪轨啦，做一些法会的修持等等。真正谈到说要去做种种的禅修的这些个修持解说的时候呢，就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方面呢，真的具有很强烈的这个兴趣，想要去学习跟修持的。但是，但是，我个积立这些都，他呢，我做个怕拉嘛的说了，罗巴嘎子婆婆说了，但是别下的嘎子也把那铺罗巴嘎子也那嘎子头到白要不是呢，那台湾龙巴的拉嘛找完罗萨个啥些嘎许找我些吃的，台湾的拉嘛找完罗萨个啥些嘎许找我些吃的嘞。从我的观点呢，我所看到的层面是。我们这边的弟子呢，对于呢怎么样的能够帮助上师们、喇嘛们呢，那么去圆满他们的佛行事业呢，我们大家呢会非常欢喜的、尽力的去扶持上师这样子。那么所以呢，台湾这个地方可以讲呢，对很多的这些上师喇嘛们而言呢，可以讲是他们最喜欢来的地方。那怕如果是把的念头错样的呢，我呢。落用些拖把些，开篇有把怕罗把9%呢，当俺计划什么了的呢？金巴当时呢，这7把铺，金大水要不个，给我些有啥有什么买一把，绿地第一个定了样的呢，光家呀，让我当咱们这个，俺做南区个台呢，是不是都说出上去那么差呢？做落用些呢，做零头呢，并没是要不要的。所以呢，除了说我们一方面呢，那么对于上师们尽力的去供养，然后累积这些福德来生感得这些善业。如果在这同时呢，我们自己本身呢，那么也能够从上师喇嘛处呢去学习一些有关于佛陀所说的这些教法的义理，跟实际呢怎么样做禅修的这种种的这个修持的法门的话，那么在这当下呢，不单你能够得到来生的那个喜乐，在今生呢，你也能够知道呢应该怎么样的去做种种修持跟学习，那这样的话会是更好的。但呢，真的大呀，那说个龙巴个没得是个搭档当，我说瞎说吧，没得是搭档嘛，这我就这样点呢。那么都是去些用不那个是了，去个来当样，他呢去个来当样，然后要嘛嘞。也因为呢，这个西方的弟子跟我们东方的弟子呢，对于佛法修行上的这个看法，基本上有一些差异的缘故呢，所以呢，上师们、喇嘛们呢，他们到了不同的这些地区呢，那么在开示佛法上面，或者是做佛法的各种的这些形式上呢，自然也就有它的不一样的方式。我从的呢，派用问那个说了，加强嘛，那么忙起话的时候，等等错不完错，往哪？等等等等，现在派不着的，他前两周金大的时候也那样，当俺那个等喇嘛来小说作弊，上上节。等等错不要不些东西，上上的，你往头上上上的嘛都把个，哪就个等你使用的逻辑是那样的，公派的要不些马上呢。老卡车忙不等你去做个错嘛忙不永远都不是那样，信用业绩现在永远没办法。也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呢，就是说，大部分到我们台湾东方地方来的这些个上师喇嘛们呢，大部分呢都是以这种法会的形式，或者是这样传授灌顶的等等的这样的方式呢，那么在教授这些弟子。那么呢，就弟子而言呢，主要呢也就是我尽力的说对于上师来做陈示供养，最后呢有什么样的法会呢，我尽力的去参与供养这个法会，最后呢有灌顶呢，我就领受这些灌顶的教法。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方式，虽然呢可能经历了很多年、很长的时间，但是对于佛陀所说教法，对于佛法的那个深入的一些义理呢，在我们弟子的内心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增长。对于佛所说的这些真正修行的这些教法，好像呢，我们内心里面呢，并不见得随着这个时间呢，一直在进步的。但呢，当俺南巴族呢，但呢老年学的一种，送学的一种，永远都不现呢，恰，第那个说了，但呢南巴跟南老呢，南去可能跟我呢国东搞的一种是呢，这样哈过嘛种。
다가 나게 동반 값서 곰 칸데 자고래 라브네 값서 대양 하마고 삼상다고 해 차나 산이 백캠사 차 그래. 因此呢，举例来讲，就像我这样子，在佛就是说接触佛法呢，可能已经20年、30年了。那么经过这么长时间呢，但是呢，对于佛法，佛陀所说的这些个深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呢也是一知半解。然后对于修持这个仪轨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应该要注意哪些个内容等等呢，那么也不是那么的清楚的话。那么到了真的要临终死亡的那一刻呢，再回想说，学习佛法这么长久，那么现在都是这样，不是那么清楚的话，那么就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奇怪的这样，自己就会觉得我这一生到底在学什么？但呢，呀，那时候容易个拉嘛的说，呀，唱错吧，当他说白用，大家带着错个人嘛都，忙起来的可做落用先给的哇。可做落用先给人对忙起来容易的时候，他们就等你信用用给，但呢，可能白吃的时候，他们就写先给，落先给的时候呢，忙起来落用这个的。同样的，到欧美去传授教法的这些个上师喇嘛们呢，那么主要的也都是在佛法学习的这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说呢，在这些佛法的知识佛法的教典上面呢，那么去做各种深入的讲解所以他们学习的层面就是另外的这个层面，反而呢比较少呢有这种法会灌顶的这个部分。但呢，可能说打六点地等等呢，做的呢，开平我什么的头把的主要的可是没有了哇打六点的呢，第种子了的呢，但呢，第印度那么那把给讲，可这个情况的通把子呢，但呢，有啊，我就六点这样多啊，有啊。这所以呢，那么就是打不得我最多了。大家那个光家呀，的时候要白打不得我现在最呢，来那我是光吃过要把真的最多。下手了，真的最要把早晚的痛嘛说，这样嘛说，下手罢了。那么因为呢，西方人他们学习佛法的目的呢，很单纯，就是为了我这一生，我的身体能够健康，我心情能够生活中呢非常快乐。所以呢，到西方就弘法的这些上师们呢，他们也顺应这些弟子们的这种需求，所以呢，他们就将佛法修持里面的，就像这个瑜伽的这个部分。那么用一种很简单的、容易修持的方式呢，那么把它传授出来，用一种很简要的这个方式，甚至呢，在禅修的方法上面呢，也是为了顺应呢弟子们呢在这一生的得到利益的目的呢，所以将这个禅修呢，就把它浓缩成非常容易修持的这些个要点去教授。那么这些个部分呢，是我们东方在东方传授佛法呢所不曾看到的。但呢，유럽 세계로 다야 노소가 평균도 라마도 검작답 되어 조바상도 마체바게. 근데 유럽네 연기 뭐 코란 난추 골 효데 코란 주가야 되네 검작단 라소바 탐지 난추고 고안다네 여발라. 얘네 콩대 연발라. 답 되어 든드조 히바차네. 那么不止呢，是上师们在西方呢，为了这些教授这些弟子的缘故呢，所以将这些佛法禅修的方式，用一种很浓缩的、很简要的方式呢来传授。甚至呢，他们西方人自己呢学习了一点佛法之后，就依着自己所了解的，最后呢自己就写出所谓的佛教的禅修的方法等等的，就有很多这种现象。여러분 뭐지게 되네 템바 nerja 예시 ngachu 그 템바 nerja 세바 gomya yorota ngachu peshiya yorita gomda kache gom yomi kangi she de she gure ti gom tele yeja ngachu te tene pe ngo nyobo ndo mambo ndo gom jaya yora 템바 nerja la tenda maje ba se tab dewo le lawo ki zundo se inje bote nangbo 템바 nerja le yerja ti tab dewo ki zundo se 여러분 뭐지게 举例来讲呢，在欧洲有一个人呢，有一个弟子呢，他就写了一本这个佛教的四念注。事实上呢，佛教的四念注在我们西藏或者是金刚乘的佛法里面呢，谈到四念注的时候，其实呢，那整个内容呢是非常复杂的，而且非常的深入，甚至呢有一点非常的琐碎的。但是呢，欧洲的这个人呢，
他就把佛教的四念住呢，用一种非常简略的方式，很容易思维的方式呢，就写了一本这个四念住的书。thế gom gia de tene lusem la pin talk do do pin talk bu jumsin la tin ne tene yeshu ta khachi ke cha yo ma